当然，客有苗单，敢真正无去啊？这苗单一定是提走的。你敢知影古甲图招标的结果？哦，你是讲土仔半路困去，结果去互牛掠过的故事？你今仔早早转来？不过真正的结果是土仔困切了后，赶紧掠，最后还是比牛哥较早到尾站。你什么意思？班先生，你哪安尼足奇怪？啊，你即马都已经知影问题在倒啊，你都去甲问题解决嘛。伊捌讲过，伊真爱看你食饭的模样，当将一个人食饭的形影安尼去甲调调，迄毋知影哦，是有偌尼爱介意。聪明，伫遮，阁有共款的冷门兴趣，李清怡，你足合我宣布的条件呢。因两个是我真大心的 roommate， 我真介意因两个斗阵的感觉。啊，若是会拄着，会破坏着因两个的代志，我是会出手来动哦。每礼拜日暗时8点，公司台语台，愿意外厝卡。